can change. But if I'm old enough, my name is 郑良光或郑良光。啊，我本来拢是讲，人讲叫郑良光啦。我歹势，我听叫我名叫我阿公嘛，我叫郑良光啊。我是1977年来到美国，我第一站是去我的兄哥honolulu鲁鲁，伊叫做郑良伟，伊是一个语言学家。啊，我最旧的时阵吼，我就接受到一份北美台湾人的第一份报纸，叫做《台湾语文汇报》。啊，这份报纸吼是阮兄哥啊，搁伫芝加哥的蓝清峰，蓝清峰是读电影的。伊伫1980年代的时阵，伊有组一个台湾歌舞团，伊嘛过来伫咱即个日美剧场里头甲真正表演。啊，第三位是一个 material scientist， 伊是迄个李丰年，伊是伫迄个美东夏令会足 active 的即个啊，即份报纸是用台语写，就是可能简单的台湾的汉字就大家出来用汉字写，啊，嘛较无通常的汉字就用白话字写。啊，即份报纸吼，开我的眼界，我是伫介业法开始讲生1949，所以我一世人来到美国，我拢是住伫即个台湾的 Marshall Road 大，所以你当想象着讲，我第一遍来到美国，我接受到即份报纸，真正开我的眼界，而且伊嘛，互我了解讲，我即个以后住伫即个美国的即个生活是安怎爱行对一个方向。迄当时就是讲，咱若讲着，一直到李登辉当选总统的时阵，我发觉讲，咱来讲着台湾的政治拢有人咧搞，迄个是我成长的背景，所以今仔我即摆是要来介绍即个 TUF，TUF 是啥物款？是叫做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所以。若是南加州的人来讲到一个笑话啦吼，台独联盟无联盟啦，海外组织无组织啦，台湾人联合基金会无联合。其实是台湾人联合基金会上早的意思是鼓西民能做遐人，伊想讲，咱遮人无人设基金会，就是对所以讲的安尼，爱设基金会投资吼。本来构想是安尼讲，大家来做一个联合基金会。到尾啊，我即摆做会长，我感觉讲真歹势，联合无到。所以台湾联合基金会we have different committees. The first one， 我即摆讲在有写英文啦所以我是去看个知影。上早是拢办迄个culture night，culture night迄阵，我想是办了上成功的是联合基金会，来大型的遐。来是 great performance， 个名家演奏系列，拢邀请个较好的迄个音乐。来即摆讲，即几档开始，要开始是2018的迄个 concert series， 伊有连续要10几档啊。这较特别的是讲迄个 grant， 我的 budget 内面规定，我的 bylaw 内面规定1/3，我的 budget 爱用 grant 来申请，所以是足侪所以 TACL 拢有来签 grant， 来这个较特别啦这个是 TUF Salon， 即摆个概念叫做 AET， 所以我来介绍，是安那个变做，是那边安尼来做。来 ，next page。这个 TUF 的 mission statement 足清楚啦，三个足简单，第一个就是讲要发扬台湾历史culture，足简单免得讲。第二个就是要牵升咱台语人的地位，第三个是要促进这个 cultural exchange， 刚才是讲台湾文化、台美文化 exchange， 但是我美国文化咧无同做伊个 exchange， 迄拢是 TUF 的 statement。所以若要知影较详细，当去这个 TUF USA.org， 特别你若要申请 grant， 当迄个 grant 的迄个 paper 里内底，来 next page。来咱讲保存台湾文化，即摆是台湾文化面临着绝症的危机啦。就是讲咱台湾的用要死去啦，用要无啦，少年人袂晓讲，
啊，你一个文化的语言，你用长期 ，OK，if your language is basically distinct, and what is your culture？ 就是足微变的，所以即摆就是讲开始吼，每礼拜吼，啊，网站内面，啊，我就有一个吼，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用台湾话来讲，吼，啊，你有当讲任何 subject， 啊，你嘛不一定爱做老婆，其实，啊，另外个讲一个咧，哦，就是讲咱即摆台湾普遍讲教台语，迄个时代就过啊，但是讲用台语来论咱的台湾文化吼。我看真在座足侪人参加过，参加过，我真手一个好，我袂少人，而且咧认着袂少朋友，啊，所以这就是讲足侪代志就对啦，啊，我嘛袂研究圈咯，啊，参加的人上少几岁呢？那是一台参加的是18岁，哦，台湾一个学生，啊，上老的即摆85岁，像咱台个黄金主义师，就这个文学作家、台语文作家叫做台语，哦，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这顶礼拜即摆已经办到120个款，啊，伊这个留法的一个艺术家，要登去台湾，啊，伊写一本台湾历史书，写这个台湾历史书吼，就是感觉讲，伊咧写中间这台湾的史观。啊，伊个史观足特别，伊是甲中华民国当作是一个殖民政府，所以就next page， 这是next page， 这个在座这位到时来阮讲，这张足精彩你去Google你来Google第55回世界中文化，我是按这个我开始做这啦按伊那讲个搞个新兴宗教，比如讲这个基督教的这原教里头伊拢做关心家己，无去听别人的新兴宗教就是我来做。next page， 我即摆要讲个 why T-Rex are long average， 就是主要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啦。第一就是讲，过去阮T-Rex拢办这个安宁遮上来。主席在办的了我拢办得足大型的，啊，拢做免时的 hotel， 所以就是讲，这个发觉就是讲，少年人咧第二代出来足少，其实主要是两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讲，咱用台湾话讲嘛，文化嘛无共嘛，伊个是比较美国文化啦，所以是一个 cultural 的讲 disconnect 第一代和第二代有一个 disconnect。我明白讲英语。第落来一个原因就是讲，你铁球足贵啊，少年人靠越来越贵，所以就是讲想讲要来克服这个问题，所以来开始请放7年的时阵开始来办这个T-Rex活动。来 ，next page。这较定T-Rex活动我再转来讲啦我即摆先来讲不认。这个T-Rex活动是自2007年开始，经过到15天，都到会使咱开设一个 reading， 第二即摆爱讲一寡少年较爱注意听的，爱注意听的即摆是啥物款？就是 art, business, technology。这拄好这个 branding 嘛是拄好原来American born Taiwanese， 拄好做。OK，next page。即摆这场我含即摆咱即个水学的，即摆咱即摆咧做的即个表面的小可有关系啦然后咧，即摆是讲希望讲咱台美的个艺术是相关体系啊，所以这张图我想解说一下。伊这是原住民的即个原住民的生活，这是太有话，这小可比较紧啊，小可咧红头。其实伊即摆是用咧车用迄个台湾做的即个火车物件咧车，这是普遍人的一寡即个生活。所以讲即种的图应该是小可这是美国出世的台湾囡仔画的咱鼓励来讲来实验即种的艺术。刚才 my story, my personal story will become our art one day。
所以是这个 next page， 我这刚才讲这个哈，这是 cultural exchange， 就是无话有进前，就是咱用口耳的即摆，这个文化部，但文化部要请这个翻译跟库卡，翻译是一个真世界真出名的一个现代国家，啊，伊佫是一个 coder， 所以伊训练是只机器人，含伊跳舞，啊，这是咱这个文化部推荐出来。文化部推荐出来是经过台湾书院，第一遍就是讲去找台湾商会、台美商会，台美商会讲啊，这做文化的，我唔晓，塞来哦，台湾人来机会。我先一个讲，这足好个机会啊！因为考题吼，因即马拢咧讲啥物款？因为迄个 campus 内底有一个叫做arts and culture，campus arts and culture 即种个 program。因即马拢咧教 engineer 爱讲，变那个 art and science for life。即马 actually 嘛 data center， 即马啊个 PST 迄个 PST 迄个 art and culture 嘛。拢是即种足大型的，足出名的美国的这个组织。这足好的机会，赶紧一定要来做。Next page。这个是这翻译伊只是伫世界47个城市应过，伊来考题这题是第100空一题嘛，第100空。伊迄个发展足大的啦。15万，你起码这个你听吼，其实是大部分拢已经有啊啦，伊调工要来找咱台湾人的community吼，叫咱到美国去。我相信是财富毋是讲上大个问题，但是对咱来讲，对阮这体育的算本来是一个小基金会来讲，本来是一个大个财富吼，所以我就是举办含这个卡特联合做翻译性，这种 cultural exchange。Next。第一场就是办一个叫做这个ADP A 名叫做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with Designers in the Age of AI。Next， 这是而家办了的就是对后面的翕相啦，这个台湾书院或者台湾书院，我觉得，是啊，that is side presenter, side panels. Next page. 第二场的我反为做草根的，是咱台湾人我是一个上早的组织，叫做生活座谈会啊。生活座谈会有够早，我毋知50几年前啊，是主要是去训练咱台湾人变啊聚会，咱台湾袂晓聚会。变啊训练台湾人变啊 public speaking， 伊即摆还佫开始，还佫比咧，所以就是了解讲无利用南湾生活座谈会其中的一场，请这个是叫做 Michael Alexander 伊本人伊嘛是一个艺术家，伊即摆是互迄个 Caltech 请做因的 campus 的 art and science 的这个比较，就是讲负责个把这社区来结合看咩艺术。Next， 这是第二场啦，这是 Bendy 和 Iris 因兜办的第一场是阮兜办的。我即摆我的构想就是讲，百姓拢是用以 private residence 先办，等厝内先办，像你讲咱的作品到有起来的时阵，咱再来做一个明星来办。检测会当来做办唔袂变，所以这是伊到下来，所以这是第二场蛮 sorry 咱第三场佫希望讲于5月，咱佫继续谈。Next page， 这是第一间的这个我最爱这张图啦，因为即摆叫人画图，比如讲凊彩图，你爱讲为着一个目的你来创作，你较有意思啊。无你讲
你古早大画画要来交差，迄个去别位就好啦。啊，这张图我先爱，因为这是足侪人，咱这少年拢捌美丽嘛，吼，有美丽。啊，因太太叫做 Iris，Iris 是一个 designer， 伊即摆住伫迄个拍摄咧做迄个art director。啊，这张图是为着这张迄个展览吼特别画的。伊发生一个大车祸，啊，伊想讲，再买个4条无法度做影片，啊，到尾啊。我感谢诸位都回复，啊，所以我伊来讲，顶到头啦，伊个是单手啊，吼，他处理了，伊下面当拢省，哦，所以做侪题嘛，啊，所以做简单的图，啊，同个既然当时有伊的故事啊，哦，好来，好，这个其实吼，我以前讲咱台湾人艺术家 professional 做侪，对，像讲这个 George 啊。所以即摆是伊做者即个美术馆咧做，我chair，伊在讲一个另外，改成一个叫做 Price Winter 的什么米个帮助大家。啊，即个是一条笔家，伊的作品伫迄个美迄个小比例上面跟展览嘛，展览足大一个。展览连出来，展览要干啥做位？啊，伊主要作品是做啥物？做台湾的食的物件，台湾的。啊，这个是阮后生人嘛，伊是哪里？今天嘛讲到是咧，你会图啊嘛？啊，拄迄张图是画啦，第一张。啊，这个是一个菲律宾的画家，算相当有分量的画家。啊，伊画图足趣味，伊就是画阿嬷。安那失智的过程，伊安那是安尼后一直无去啊，拢做过15张图，啊每一个 stage 拢画出来。啊，所以你讲的调音就是讲有展览，后壁佫有拍图，啊所以每一个艺术家伊会当去 present 因画的画。next page， 我这是嘛含迄个。我哋路来咁嘅事啦嚇，啊，就是咧讲即个叫人来维护，啊，你来讲，啥物是俾咱透过你艺术俾咱表现，俾台湾精神。啊，请三 speaker， 一个台湾，一个法国，一个美国。Next page， 这就是讲，即马诶少年囡仔伊足爱迄个创业，啊。啊，创业阮而家用WeWork 吼，办2场有关即个 entrepreneurship 即个 program。啊，阮去WeWork 吼，伫迄个 Los Angeles 第7家，遐有一间叫做 Fine Art Building， 足古早足水的 building 吼。啊，这就是迄少年较老啊，因去甲租吼，免钱的呢，去吼，都秘鲁互阮用秘鲁互阮啉咧。啊是做老咧，我讲就是啊，讲做办第一场办了袂歹，佮继续佮办第2场。啊，迄个是大概是，我只大概咧2年看啊。啊，这是咧办啥物款？你来讲，这个title叫做 Modern Madman 啊。你较早是讲伫古早，较早是咧讲咧风格啦，Madman 出名做出名，所以即摆就即个来出来讲即个 digital marketing 啊，即个叫做 AC 哈，伊是迄个Amazon 的主要的即个他这个伊邀请一寡伊的同事来领导。Next page， 好啊，除了这物件，这是讲这是文学的。其实，这个 TUF salon 吼，大部分拢是用英语讲，啊，不过就是有一寡 series 啊，用台语讲，啊，这个台湾作家 Taiwanese writer speaking series。就要再去讲多解，这个是即摆伫台湾文学内面吼，我想伊是足出名的一个作家啊，
这个是南社的社长，这个杨福柱医师来 next page。来，基本上这场这是算讲这个第二场这是第一场的沙龙，其实是阮兜办moderator 是啥物？魏主安panelist panelist Charles Yu哥另外一个 panelist 是Elvina Lee， 伊是 publisher， 迄个名是叫做 Writers and Publishers Dialogue， 所以即摆即个人讲算讲比较熟悉啦。Next page。OK， 即摆是如果这 literature 的沙龙，我这沙龙无共款的性质啦。来，next page。这个较注意啦这是 identity 沙龙。我特别来讲这条就是讲 becoming Americans the Taiwanese experience。我先来讲咧，这是咱洪秋生，咱做些人开始你看老一辈，我做哪过去？这个我特别爱讲这个人，叫 Chuck Shea，伊是去 Africa 做兵啊。转来迄个配偶份，伊要去做兵，伊到基层甲家老爸讲，爸爸，我即摆要来武汉。伊转来当时伊咧讲，伊啥物时阵变做真正变做American。伊说伫遐大家徛前面对讲，要坐的是你隔壁一个白人，隔壁一个黑人，为何我American？到迄当时，我真正讲变做讲要 fighting for the same purpose of I still remember that。我哋这个所以这欠的，所以 Erica Wheeler 里面，他出名就是西波欠，那个大家太难了，很多是大家他出名的是一个纪录片伊是一个 career coach， 伊来讲Asian American 一个 corporate American， is a training of soft skill， to high school experience。next， 是 community building， 较轻松的聚会是讲看迄个 building spending 来 ，the next， 这场我想是迄个好像USC，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好像was there。next， next， 这是第二。Next， 这是什么歌？这些。